上新确定的病例数，拄则讲到833例。咱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认为讲，即马开始伫咧社区消化，决定要甲韩国的旅游境界提悬到第3级。另外，为即个月27起，为韩国倒转来到台湾的民众，拢爱14天伫咧徛家检疫。即马伫咧韩国的旅行团，还有17团，旅客266个人。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提醒讲，这段时间大家若无必要，尽量莫去韩国旅游。社区传播已经相当广泛，所以我们需要把韩国我们的整个的旅游警示，我们升到第3级。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针对韩国旅游疫情建议有上新的决定，要升级做上危险的第3级警告。他们特别的管理区域，就大邱市、千上北道、清道郡，已经规定是特别管理区域。那我们把这地方升至红色，灯号升至红色。武汉肺炎的疫情，伫南韩的病例小连续几日天拢加足侪，教会甲病院拢有真侪人做伙话着，已经到社区传播的阶段。烦恼台湾人去韩国旅游，为着病毒的风险变悬，疫情指挥中心24号宣布，提悬韩国旅游疫情建议到第3级警告。考虑到现在有滞留在韩国相的国人，所以在希望他们都在27号前要返回。27号的04:00分。在这2天内，25号、26号里面返回的做自主健康管理，那也要加强它一个管理的强度。2月25甲26这2天，为韩国入境的台湾人拢爱做14天的健康管理。为27号开始入境的民众，爱踮伫厝内做14天的检疫。交通部观光局统计，目前伫韩国的台湾旅行团拢总有17团，旅客266人，其中向西旅行社就占10团，拢总147个旅客。目前也是继续伫韩国观光，预计伫26号进前会全部拢回国。另外，为24号开始到3月31进前，去韩国旅游的团体全部取消，疫情愈来愈严重，提醒民众旅游警示区域一定要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